是我惹他生气了，他才不出现。你别误会他。我把你单位地址告诉夏晴了，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主要是我觉得他这次有点太执着了。他以后应该不会再找我了。狼心如铁呀！昨天忘记提醒你，你没和他们提起晶晶和我们打游戏的事吧？当然不会啊，你之前嘱咐过我，我就当不认识棉花，更不会提他之前打的有多烂。其实棉花这姑娘挺可爱的，活泼又卖萌的，跟小姑娘似的。虽然你们俩是高中同学吧，但是这距离确实有点远。哎，我不是那个说高攀不起那意思啊，我就是觉得咱们俩陪他快打了2个月的游戏，他连招呼都不打，人就不见了。嗨，大明星不好接近呗。游戏里他没再上过吗？我看了之前的记录，一直停留在你们比赛那天，最后2场战绩有点牛啊。他给了我2张门票，让我和你一起去。我没喊你。什么？给我票？票就在书架上。陈亮，是我惹他生气了，他才不出现。你别误会他。